國天下，近年內地同香港嘅物業管理交流日益頻繁，兩地嘅制度同標準都各有特色㗎。今日我哋請嚟香港測量師學會物業設施管理組理事姚潔瑩，同我哋分享下兩地物管模式嘅差異同埋專業資格嘅互認進展㗎。麥先你好啊，係啊 ，Vincent 你好。我想請教下啦，知道最近測量師學會都北上去咗北京同埋上海交流啊嘛，喺物管呢方面有啲乜嘢成果咧？其實基本上咧，我哋香港測量師學會啦，同內地嘅交流咧非常之頻繁嘅，每一年至少一次嘅。咁咧，而我哋內地喺七八十年代啦，咁有改革開放以嚟咧，咁其實我哋有一班嘅專業人士啦，包括可能係律師啦、測量師啦、建築師啦、工程師啦、會計師咧，都不斷咁為國家嘅改革開放咧，去俾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咁樣咁今年咧，我哋就定咗喺5月中啦，同埋5月底同埋8月中啦，咁就分別去咗北京同埋上海交流。咁咧最主要我哋都希望咧見翻北京啦，同埋上海唔同嘅同我哋有關嘅部委啦，咁同埋一啲行業協會去做交流嘅咁樣。咁當我同佢哋交流嗰陣時咧，我就發現咧，原來咧我哋嘅物業管理制度咧係佢哋係學我哋嘅物業管理制度㗎。咁佢哋話喺大約20年代初期啦，咁佢哋就開始參考我哋嘅香港物業管理制度咧嚟去引用翻去佢哋內地。咁佢哋慢慢地咧就發展咗一套佢哋自己嘅模式出嚟啦。係咯。嗱，兩地嗰個物業管理制度都幾唔同㗎。我了解到咧就係內地多數用嗰個制度叫包乾制啊嘛。香港咧最常用就酬金制，可唔可以介紹下兩種嘅有咩分別咧？好啦，咁包乾制我講先，因為香港冇乜人認識啦咁樣。咁咧其實包乾制嗰種模式咧就好似你講係一個總承包商咁樣啦嚇。咁咧啲小業主咧就會同翻個物業管理公司講啊，我要你提供一啲譬如保安啊、清潔啊、維修等等嘅日常服務咁樣。咁呢個總承包商咧就會去揾唔同嘅分判商啦。咁樣咁我哋啲小業主咧就會俾一筆過嘅費用俾呢間物管公司。咁樣嗱，你係呢筆錢，你用幾多着幾多都係你自己自負盈虧㗎啦咁樣。咁但係相反咧，香港嘅酬金制就唔同啦。香港嘅酬金制嘅物業管理公司咧就會好似一個大管家嘅模式。咁但係咧佢哋一定要有業主嘅授權咧先至可以行事㗎喎咁樣。咁咧呢個大管家做啲咩嘢咧？咁就話小業主你哋想我提供啲咩服務啊咁樣。咁咧就你越提供多啲服務嘅話咧，咁我就會收你多啲嘅經理人酬金㗎喎。咁但係咧經理人酬金咧就唔係任你亂收嘅。咁喺我哋大廈公契之內咧，我哋會係有一個特定嘅標準，一定寫得清清楚楚。大約喺香港情況咧，就3% 至到10%不等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大致上嗰種嘅唔同嘅方面啦。都有幾大嘅差別㗎喎。你覺得兩種制度各自有啲咩優劣咧？先講翻內地嗰種制度有咩好處先啦咁樣。咁因為咧包乾制嘅模式咧佢哋物業管理公司咧嗰個自由度比較大嘅基本上。咁佢亦都自負盈虧啦咁樣。咁咧就佢哋係唔需要咧向小業主咧公開晒成盤帳嘅喎。佢只係啲大數，譬如保安、清潔、維修，你係有個大數就得㗎啦咁樣。咁咧而利潤咧係嚟自於咧佢哋點樣控制翻個成本，咁佢咪賺到錢咯，係咪咁樣？咁咧物管公司會有較大嘅自主權嘅咁樣。咁但係咧業主嘅參與度咧就相對較低㗎啦。咁業委會嘅權力咧亦都相對之有限喎咁樣。咁咧有時咧為咗追求利潤嘅話咧，佢哋就會可能我減一啲服務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內地包乾制嘅模式。咁但係香港嘅酬金制就唔同啦，因為咧我哋香港係要業主授權先可以做到嘢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嘅財務透明度咧係非常之高嘅。我哋一定要喺大廈嘅公共地方咧去公示翻成盤嘅帳目㗎喎咁樣。咁業主咧亦都可以查帳啦，亦都可以參與翻成個嘅預算嘅制定啦咁樣。咁業主係通過啲乜嘢可以俾到意見咧？就係業主委員會啦，同埋業主立案法團啦咁樣。咁所以咧相對地咁樣比較嘅話咧，香港嘅業主嘅參與度咧係比較高嘅。難怪有時見內地啲樓盤啦，即係好多廣告啊，有時佢哋嗰啲業主群組都會可能啲管家會推銷下啲嘢，可能都係創收一種模式係咪？係啦，冇錯啦。嗱，你剛才啱節目開頭你有提過啦，就係話嗰個早期內地都係借鑑香港嘅物管制度方面，而家要唔要調翻轉係香港要同內地學下咧？調翻轉頭咧，我哋內地嘅物管公司，因為佢擁有更加大嘅自主權啦，咁樣，咁咧佢哋會好多時咧就會將啲大廈或者屋苑嘅公眾地方去出租，又或者咧佢會提供額外嘅一啲管家服務。咁因為佢提供多啲服務，咁因為唔喺嗰個合約裏邊啊嘛，咁佢就可以咪賺多啲錢咯咁樣。咁呢一啲咁嘅利潤咧，反而就可以幫助到佢哋發展到咧一啲新嘅智慧型嘅物管系統。咁但係相反咧，香港嘅情況咧就因為我哋有大廈
公契綁死住嘅。係咁而咧大廈如果係公眾地方所得嘅所有嘅租金收入咧，係一定要撥歸翻業主嘅公眾戶口裏邊嘅。咁即係唔屬於咧物管公司所賺嘅一啲利潤嘅。咁樣亦都有好多嘅公契裏邊咧係限死咗嗱，你唔可以額外提供某一啲服務㗎咁樣。咁令到其實香港整個嘅物業管理行業嘅發展咧係受限於大廈公契嘅影響，因為你要改大廈公契咧，原來係要用100%嘅業權先可以改到喎。咁而家咧我都相信，我都聽過而家政府咧將會嚟緊嘅建築物修訂條例咧，可能會研究翻呢一樣嘢。咁樣咁亦都由於係咁樣啦，令到我哋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咧係好難投資翻新嘅智慧型物管系統咯。係啦，你提到智慧型物管啦，仲有內地一啲社區服務啊、網格化管理，香港有冇引入過咧？香港咧其實唔係冇嘅，咁我要講一講一個少少嘅例子啦，咁樣咁咧，我哋香港通常會引入呢啲智慧型嘅物管系統咧，就會喺啲統一業權嘅新式大廈裏邊咧會做嘅。咁我可以舉個例子啦，譬如好似市建局喺旺角上海街618嘅一個保育活化項目咁樣啦，佢將10幾棟樓再打通咗，跟住變成一個小嘅商場同埋小嘅展覽館咁樣。咁咧，但係點解市建局可以做得到先？因為市建局佢有足夠嘅財力、人力、物力啊嘛。咁所以佢就可以研究到一套新嘅即係智慧型嘅物管系統啦。咁樣咁亦都近日啦，我哋香港咧有個新嘅屋苑，如果有睇新聞講，就話咧喺將軍澳嘅，咁咧就引入咗一啲智慧型嘅保安機械人同埋清潔機械人。但係最尾咧，佢哋話咧要收隊喎。點解咧？因為原本諗住引入機械人咧，就係慳到人手啊嘛，係咪？咁但係後嚟咧，發覺咧原來每一隻機械人咧，佢哋要額外嘅人手去照顧住個機械人。喺而家技術上面咧，應該咧就暫時唔得，要收隊先咁樣。咁但係可能將來啦，我哋中國嘅研究日新月異啦，係咪啊？特別係 AI 機械人，可能將來就唔使特別有一個人去照顧住呢啲機械人啦。咁你睇下將來啦，兩地物管制度會有機會融合發展。譬如內地佢個制度係好規模化噶嘛，香港呢個制度就比較透明啦，業主參與度高，有冇機會可以融合咧？其實內地咧，因為而家你都見到經濟放緩咗啦，咁跟住咧佢哋就發覺，因為佢哋喺投標嗰陣時咧，就亦都會參考咗香港就價低者得。咁但係你當嚟嗰個價低者得越嚟越低嘅價錢嘅話，變咗佢嘅利潤就越嚟越低啦。咁佢哋見到香港唔同喎，喂，酬金制一定有個保障喎，起碼一定有個固定嘅百分比嘅收入，我哋賺到先啦，係咪？咁所以咧，而家咧內地咧已經實行咗一個咧叫做混合模式，又有包乾制，又有酬金制。咁咧呢種模式去訂立佢哋物管合約咧，咁變咗佢就可以攞晒兩個制度嘅優勢啦。咁呢個就係內地嘅物管制度嘅彈性咯。咁樣咁佢亦都參考咗香港咧嗰啲財務報表嘅公示制度啊。佢哋而家開始咧，亦都要求咗咧，我哋所有嘅收支要透明化。咁如果佢哋引入一套咁嘅混合模式嘅話咧，佢都學咗香港呢啲我哋係一定要有嗰個責任嘅。我話翻俾你聽，我使咗幾多錢咁樣。咁但係香港始終咧，而家咧因為受於我頭先講大廈公契嘅規定啦，咁大廈公契亦都好難去修改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咧，香港就行唔到混合模式呢一套嘅制度啦。嗱，講起內地啦，其實都好多舊樓嘅，同香港一樣，不過可能冇香港咁舊咁有歷史啦。咁佢哋咧好多時候咧就要加裝 lift 啦。咁加裝 lift 咧呢個時候好多時候咧就會係由政府去主導啦，去慢慢去統籌啊。但係香港咧主要就係業主自己搞㗎嘛。你覺得政府主導嘅模式佢優劣係乜嘢咧？我哋要了解翻內地嗰套制度先，因為內地咧係一個人民政府嘅制度，咁我哋講緊係一個叫做大政府啦、小市場啦咁樣。咁咧而我啱啱喺上海同佢哋交流嗰陣時咧，佢就話咧，而家上海市係會每一個舊樓每一部電梯，佢哋係會資助咧70萬人民幣嘅。咁其餘嗰啲支出咧就要小業主去承擔。咁就亦都希望咧內地政府咧提高翻即係市民嘅幸福感啦，同埋快樂感啦咁樣。咁但係咧香港咧始終係行自由市場經濟，咁我哋係叫做即係小政府大市場咁樣。咁咧香港政府咧係一定唔會為私人嘅物業咧去提供一啲公用嘅設施或者升降機嘅。咁我不如舉個例子啊，近排土瓜灣益豐大廈大停電咧，就係一個好 typical 嘅例子啦，我哋叫做咁，因為咧嗰次咧所牽涉及咧係過千戶受影響，咁發展局最尾咧
係冇辦法啦，佢就要揾到咧我哋嘅中國建築一啲社區應急嘅義工隊，立即長修，20個鐘頭搞掂，而相關嘅所有費用咧係由中國建築咧去負擔嘅，咁樣咧係體現咗我哋嘅國企對於我哋香港市民嘅一啲關懷同埋關心嘅。咁而家最大嘅問題喺邊一度咧？就係如果我哋要維修成個大廈嘅供電系統咧，好多錢，咁多錢，你叫一啲即係已經老化咗嘅樓宇嘅小業主，亦都佢哋同樣地老化啦。我哋呢啲叫做雙老化，咁啊係好難籌到錢去做一個咁嘅大型維修。其實香港政府係咪可以幫忙，或者揾市建局又幫忙？大家可能有冇人先墊咗資，跟住之後或者可以令到啲小業主去分期付款咧？呢啲都係一啲可行嘅辦法，但係呢啲需要多啲時間咯。最後問少少關於測量師嘅啦，你會向政府同業界提啲咩建議咧，促進內地同香港測量專業嗰個融合咧？其實而家咧，我哋香港大約有900名測量師啦，咁就已經攞到內地嘅專業資格㗎啦。咁亦都可以喺大灣區9個城市去執業㗎啦。咁最主要我哋希望即係香港政府可以幫忙啦，咁以政府去牽頭，咁幫我哋香港測量師學會咧去同內地唔同嘅部委咧去爭取一啲專業資格嘅互認啦。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如果要加速我哋即係內地同埋香港嘅融合咧，最主要咧有一個我哋叫專業資格嘅銜接考試制度。咁首先我哋而家仲有3個界別啦，我哋係未攞到內地嘅專業資格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希望咧，我哋可以有相關嘅銜接考試制度，令到我哋可以同樣地可以考取到內地嘅專業資格。同樣地，內地嘅相關專業人士咧，如果要考我哋嘅香港測量師學會嘅專業資格嘅話咧，我哋而家測量師學會研究緊，會唔會有一個比較快速嘅方法，可以用一個叫做經驗考核嘅面試方法，而可以令到佢哋亦都攞到香港嘅測量師嘅資格，咁咪可以更加融合咯。唔該晒Maxine嘅分享，節目時間都到呢度啦，拜拜。